根據資訊自由法取得嘅安省政府內部文件顯示，自從2017年以嚟，安省工人被拖欠嘅工資高達6000萬元。梅志輝報導。根據省府內部記錄，從2017至18財政年度到2024年7月，安省工人累計被拖欠約6000萬元嘅工資，而省府到現時為止尚未向欠款嘅僱主收回呢一筆款項。數目包括咗安省勞工關係委員會嘅命令和違規通知欠款，以及對違規行為嘅罰款。根據程序，如果勞工廳命令僱主支付工資，但係僱主喺30日內未能夠做到，案件就會移交財政廳追收。不過記錄顯示，自2017至18財年以來，平均支付嘅金額唔到30%。有工人權利組織表示，省府應該對違規嘅僱主採取更強硬嘅執法行動，傳達省府嚴肅對待克扣工資嘅行為。多倫多工人行動中心執行總監拉德表示，薪酬盜竊係一個被遺忘嘅問題，安省政府必須要盡快解決。薪酬盜竊通常係指僱主克扣所欠收入，唔提供假期薪水、非法扣除人工以及其他牽涉工資嘅違規行為。